前几天有几十个民众走入去高雄小港的大拿埔，内底南青计划海岸禁区，要去遐钓鱼啊。可能是因为当地生态较丰富，加上最近白鱼是当钓时，才有袂少民众想要去遐钓鱼啊。不过警方讲，这个禁区若是无申请，就袂使入去，嘛袂使去遐钓鱼啊。那违者会罚600块至3000块，也让警方嘛会加强处理。1号半暝规定，乌多摆车队向前徛，真侪人身上拢排着钓具。奇怪的是，后面阁有警车伫咧处理。现场伫高雄小港区大拿埔南星计划海岸禁区，原来徛倒摆的人拢是钓客，为着要钓鱼啊，总入去禁区。可能那边会有风果浪哦，还有一些那个大浪哈，可能将它卷入大海啊，那对生命会有极大的危险。警方表示，因这种状况1号、2号拢有人检举，已经劝导超过30个钓客，嘛强调只要围篱围起来的所在，就是管制区，无申请过袂当入去，嘛袂当钓鱼啊。违规会当罚600块到3000块。钢筋啊，甲封起来，因就搁甲封，因为就我坑三五成群安尼啦，破房啊，我破房啊的啦，你乌坑啊，我破房啊。因为像现在白带鱼多嘛，晚上都破百，就政府就喜欢把那种明明让你在钓鱼的地方搞得不能钓。上午前往禁区外围，也是有壮烈的民众为内底要离开。民众讲，当地的生态真丰富，加上高雄会当钓鱼的合法区域无侪，才会入去。但是高雄港务警察表示，禁区就是袂当钓鱼，呼吁民众前往邻近一位合法的区域来钓鱼。若看到无要改善，一律会以上当3000块来开罚。记者王丽婷、明昭宽高雄报道。